又搁要变天啊！这气象署是提醒，明仔载开始呢，寒流就要来，各地天气是湿又搁冷，所以提醒民众千万都爱穿好些。因为这波寒流呢，有计是会寒到初九，到时阵这天气才会加较稳定。北部这几天拢是侪云好天，不过你要反天啊！气象署讲，初六开始锋面经过，所以台湾各地拢会开始落雨，搁反冷。然后初七因为寒流落南，各地的温度拢会明显降温，平均温度伫12度至16度左右。预估到了明天的晚上，各地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。那尤其是北部以及宜兰这些区域，它的温度低温是比较持续的，各地的降雨还是会比较明显，尤其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。气象署预告，这波寒流会寒到初九，各地天气才会渐渐变稳定。但是也是爱注意，早暗会较寒，一直到11，阁会有新的冷空气落南，到时温度阁会降低。我们预估这一波的冷空气的强度大概在东北季风到冷气团之间哦，那各地的温度会稍微再有一些降低哦，相较于前一天的状况。那早晚大致上在13到16度左右，那降雨的情形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零星的。气象署提醒农民渔民，这阵寒流强，温度低，建议量早做好防寒的准备，避免损失。另外，拜六礼拜，关山有可能会落雪。气象署讲，涂骹可能会结冰，有要去山顶的民众要注意安全。记者陈心栋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